临床上发现，大多数病人借助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%以下，就当有效控制并发症风险。然而，治疗过程中的困难，以及民众对着胰岛素错误认知。过综合病院内分泌主治医师蔡梦洁希望透过记者会，让民众更加认识胰岛素，会当协助达到更加好的血糖控制。台湾其实这几年糖尿病的问题是。人口数其实是节节上升所以控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。那血糖没有控制好，其实并发症接踵而来，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还有整个社会经济的负担来说，都是很严峻的考验。所以这边今天的主题是希望跟各位澄清说，我们要把血糖控制好，其实是为了要避免更多的这些后续并发症。而胰岛素是我们控糖非常重要的好的武器。那希望打破大家对于胰岛素有一些错误的认知，那让大家可以认识到，其实胰岛素在我们的血糖控制中有着无法取代，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地位。那大家正确的认识我们的胰岛素，那可以达到更好的血糖控制。蔡医师嘛提醒，血糖控制要为饮食、运动、生活习惯上调整，搭配食药，甚至是胰岛素治疗，才会当有效控制血糖。在血糖控制上面，饮食、运动、生活习惯调整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。因为一个人他大鱼大肉，然后每天手摇饮喝不停，其实不管他用多重的药，都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血糖控制。但是如果他已经做了这些，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，那我们又同时加上口服药，甚至有的人是需要配合胰岛素的治疗，那一起来控糖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蔡医师强调，胰岛素治疗会当有效而且快速改善血糖，并提供更加灵活有感的控糖控制。破除迷思并正确了解胰岛素的使用，将会当帮助糖友达到更加好的血糖控制，并改善长期的生活品质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